在地消息来看，台中有一个姓杨的查甫人，伫南投租一间粉鸟度假铁厝，伫内底做毒品，想要用鸟仔屎臭味来暗吸。警方接到通报，去年底抓到2个嫌犯，查扣140包的毒品加味包。案件掀开大片垃圾风暴，发现大批疑似用来制毒的物件，最近嘛对着这只废弃的车辆详细来搜索。手过插落就已经扭起来了。好像有一根可以拉的，可以出来。案件开了一番功夫，才将车辆抛开。嘛伫车内底发现大批已经装好的毒品加味包，还佫用来混合的果汁粉、分装袋、果汁粉，还真的有。警方敲出140包已经分装好的毒加味包，以及当日装添的半成品加外包装。台中市刑大去年中旬接到线报，杨姓男子伫南投鱼池做下这处粉鸟人的铁皮工寮，长期跟监收索了后确认，这就是嫌犯的制毒工厂。经过长期搜证，于日前执行搜索行动，在南投县鱼池乡的鸽舍旁空地窖室内查获毒品咖啡包、搅拌棒漏斗、滤网果汁粉、棒称封口机等相关分装器具。警方表示，杨氏男子甲另外一个嫌犯用卡西酮类的毒品混合果汁粉来制作毒品加味包，为了暗藏真歹闻的气味，特别选定有粉鸟人爱的工寮。附近的民众向警方表示，有捌看过嫌犯想要训练粉鸟，不过粉鸟煞走了。这道行为嘛对你避空。利用这鸽舍的那个鸽子训练借以掩人耳目。经了解，这个犯嫌是利用通讯软体在进行网络贩售。警方将2个嫌犯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上班。2个嫌犯目前拢得到交保，毒品的流向，警方伫追查当中。公司新闻台中报道。